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阿叶啊539。咱今仔要分享的是114年5月30星期五精彩有产笑的资料。这期要来分享一块彩条啊三星版。这个彩条啊三星版呢，准是正午，准是正午。伊是5支帮的，5支帮的。倒手柄咧，是来利用伊上一期的第一支，上一期的第一支来加值加减31，爱伫咧下一期咧来开一组乌状衣。另外当纸咧，是来利用伊上一期的第二支，上一期的第二支来减2甲加十，同款伫咧下一期，要来开乌状衣。正手柄这线咧，是来利用伊上一期第5支，上一期第5支来减14甲减67，同款伫咧下一期咧，要来带一组乌状衣。首先，咱为第一版，来介绍起。伊第一版咧，是伫咧5月初7，咧，倒手柄上一期的第一支咧，控录啊，这支控录咧加值07，控录来减31咧25。过来是东纸这纸咧，来用伊上一期的第二支咧，来减2甲加十。伊第二支11来减2咧是09，加十咧是21。过来是正手柄咧，来利用伊上一期的第5支，伊上一期的第5支咧39，这个39咧来减14甲67。39来减14咧是25，减67 28。2528咧，伫咧下一期就是5月初7，2528，来着这个28啦。过来东线咧，0921，0921咧，伊伫下一期咧09甲21咧2支咧来相开。过来倒手柄咧0725。伊伫下一期咧来着07，伊伫这期咧第一条来着07，第二条咧来着0921，第三条来着28。伫这期内底咧，伊是着4粒，4颗星。过来下5期咧，5月13，5月13咧，同款倒手柄咧来利用伊上一期的第一支。来加值甲减31，第一支咧08来加值咧09，减31咧23。过来东线咧第二支咧10，这个10同款过来减2甲加十，10减2咧08，加十咧20。过来是正手柄，正手柄咧。上一期的第5支，第5支咧38，这个38同款过来减14甲67，38减14 24，减67咧29，伊24 29咧，伫咧下一期5月13，来着这个29。过来东线咧0820，来着20。过来是倒手柄咧。第一纸咧0923，来着23，伊伫这期咧第一条咧0923来着23，当条咧0820来着20，第三条咧2429，来着29，伫这期咧伊一条咧来着一支。
過來下五期咧5月19咧上一期嘅第一期咧03即個03同款過來加7加減31 03加7咧04減31 28過來當作咧上一期嘅第二期09即個09咧來減2甲加10 09減2咧07加10 19過來是正手邊咧上一期嘅第五期伊第五期咧39即個39來減14加67 39減14咧25減67咧28伊25 28佇咧下期5月19來著25當線咧07 19來著07第一條咧04 28來著04伊佇即期咧來著04 07 25同款一條咧來著一期過來下五期咧5月24咧第一期咧上一期嘅第一期咧13即個13咧同款過來加7甲減31 13來加7咧是14減31咧18過來當線上一期嘅第二期咧16即個16咧同款過來減2甲加10 16減2咧14加10 26過來是第三條咧正手邊上一期嘅第五期嘅32即個32咧同款過來減14甲67 32來減14咧18減67咧是35伊1835佇咧下一期5月24來著18甲35伊佇即條咧兩期咧雙開過來當條咧14261426咧來著14過來是第一條14甲18佇即期咧14甲18咧佇即條兩期咧同款過來雙開伊佇即期咧來著14 18甲35過來下五期咧就是咱即期咧要來使用誒伊佇頂一期咧第一期咧來開04即個04咧同款來加7加減31 04來加7咧是05減31咧27過來第二條當線咧上一期嘅第二期咧18即個18咧同款過來減2甲加10 18來減2咧16加10咧28過來是正手邊咧第三條伊上一期頂一期咧第五期咧31即個31咧同款過來減14甲67 31來減14咧17減67咧是36伊佇下一期咧即期咧第一條0527過來當條咧是1628正手邊咧第三條咧是17甲36這是即期咧咱要來提供予大家號牌參考的五期幫的彩條啊產生版第一條咧是0527烏狀語第二條咧是1628烏狀語第三條咧是1736烏狀語來提供予咱線上好朋友咧佇咧即期咧來號牌參考過來要分享的咧是一塊月亮的車牌這招咧是來利用於每個月開獎日24號見開獎日24號佇咧下五期咧要來帶一支高機的伊是利用開獎日的上五期第一期咧固定要來加24固定加24就是講開獎日來用伊上五期的第一期咧
来做休假。第一期甲开奖日的休假，爱伫咧下5期，要来开一期5期的。伊即招咧准5进6，伊伫第一版咧是伫咧顶年的12月24，顶年的12月24咧，以上5期的第一期咧是03，即期03咧加24，03加24咧是27，即个27咧伫咧下10期，就是开奖日24开奖日的下5期咧来开出，伊下10期咧就是12月30，来开即个27啦。过来第二版咧是1月24，1月24咧以上5期的第一期咧07，即个07咧同款佫加24，07加24咧31，即个31同款伫咧下10期，下10期咧就是1月29，来开出。过来第三版咧是2月24，2月24咧以上5期第一期咧10，即个10同款来加24，10加24咧34，即个34同款伫咧下10期，就是3月初1，来开出。过来是第四版，第四版咧是今年3月24，3月24咧以上5期的第一期咧03，即个03咧同款佫来加24，03加24咧27，即个27同款伫咧下10期，就是3月29，来开出。过来是第5转，第5转咧是4月24，4月24咧以上5期第一期咧07，即个07同款佫来加24，07加24咧31，即个31咧同款伫咧下10期，就是4月30，来开出。过来是第6转，就是咱即期咧要来使用的。以5月24上5期咧第一期咧04，即个04咧同款佫来加24，04加24咧28，即个28咧同款伫咧下10期，就是咱即期咧5月30，爱来开出。伊即招咧准5进6，是来利用每个月开奖日24号，来用伊上5期的第一期咧来加24。即期咧是即个28啦咧，要来开出。伊即期咧走势真水，伫咧5、6球啊连庄的纪录内底咧，即期的连庄的纪录咧上悬，来推荐互咱线上好朋友咧来好牌参考。搁另外一块咧，同款是即个28啦，伊是由香港水，香港水咧带来到即期，要来带即期5期的28啦。即个是一期来庆祝2期的用，伊是来利用上13期前的第5期，上13期前的第5期咧，要来带互2期帮的用。倒手柄咧是固定减63，正手柄咧是来减即个连环退数，为第一转减4，过来减5，过来减6，来到第4转要来减7。伊倒手柄咧第一转5月15，第5期咧36，即个36咧固定来减63，36来减63咧是27，即个27咧伫咧下7期，下7期咧就是5月23，来开出。过来下一期第5期咧39，即个39咧同款过来减63，39减63咧24，即个24伫咧下8期，就是5月26，来开出。过来接下一期第5期咧同款过39，咱同款过来减63，
39.63咧，共款個字數，即個字數佇咧下9期，就是5月28，過來開出。過來下一期第5期咧，35，即個35共款來減63，35減63咧28，即個28咧愛佇咧下10期，就是咱即期咧5月30，愛來開出。過來正手邊咧，佇咧第一轉5月15，第5期36，伊佇第一轉來減4，36來減4咧是32，即個32共款佇咧下7期5月23，來開出。過來下一期第5期39，伊佇第二轉咧換減5，即個39咧減5咧是34，即個34佇咧下8期5月20來開出。過來下一期第5期咧39，即個39佇咧第三轉換愛減6，39減6咧33，即個33咧愛佇咧下9期，就是5月28，來開出。過來下一期第5期咧35，即個35咧換愛減7，35減7咧28，即個28佇咧下10期，就是咱即期咧愛來開出。伊即招咧是一期幫來進入兩期幫嘅使用。伊佇第一轉咧5月23來開27甲32，下兩期第二轉咧來開24甲34，第三轉咧來開24甲33，來到即期咧，伊雙港水咧要來帶即個28來高期嘅，以上咧這就是咱即期。要來提供予咱線上的好朋友咧，來號牌參考嘅。連莊球啊咧，來推薦即個28啦，推薦即個28啦。主要咧就是即塊彩條三星盤，第一條咧0527，第二條咧1628，第三條咧1736，來提供予咱線上的好朋友咧，佇咧今仔日來號牌參考。以上咧。感謝大家耐心聽完愛的分析甲介紹，咱預祝咧即期咧會當順利得獎，祝福大家，感恩，多謝。